拜六礼拜活动是不哩济，各县市拢加强戒备。日本各高校吹奏部今仔日下晡甲屏东3间学校交流演出，警方嘛分区巡逻。另外，台南今仔日暗时有耶诞节演唱会，现场除了增加警力，嘛加采监视器，维持安全。 警察局长亲身出马，针对20万的圣诞晚会执行勤务教育维安部署。除了加强一些行政警力以外，我们还有一些霹雳的一个小组的一个成员，还有包括刑事警力，包括警民力都来协勤。台南圣诞跨年系列活动，头一演唱会伫永华市政中心广场举办，早起就民众来遮占位。 警方嘛一直来巡逻，看到警察，我们就会比较更安心、更安定，参加这个快乐的活动，蛮好的，就比较安全一点的。但有鉴于台北市发生这个令人不愉快而且伤心的事情，我们还是要加强戒备。我们也会请警力加派警力在现场。看到警察来巡逻，民众加少安心。场地4颗雷嘛装监视器，要保护参加活动的民众。市政府嘛提醒民众讲，要注意敢有奇怪人，随时提高警觉。奉叫做甘仔式恶魔的日本京都各高校的演奏乐部，搁再度来台湾，和屏东女中美和科大、南明国中3个学校交流演出。 因为落雨，场地按屏东电竞场刷去潮州出平场，民众野雨伞排队入场。屏东警方嘛提高维安规格，规划区分为内外2区执行安全维护勤务，并将警力由原本的10名增至20名。面对年底大型的活动，各县市拢严格咧巡检，就是要确保袂阁发生随机杀人的案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